9月30日，南投消防局有接到报案，讲有一支登山队8人做回去爬山，有一个查甫山友伫乌拉明断崖无细枝摔落去山谷，搜救队赶紧去救，也毋过拢找无，因为即马山顶天气不好，救援队已经先撤离。忍耐零下低温，救援人员伫大风雪内面想办法，甲所有救起来，就是为着要找失踪的山友。小心。不过山顶的天气是有够歹，毋但气温是比零下搁较低，积雪嘛积到脚踏夫遮尔悬，互救援人员行一步拢真困难。顶个月30，南投县消防局接到通报，有一支8人的爬山队要去爬马普拉斯环段，但是有一个查某山友说，伫咧经过乌拉明山坎的时阵，无细枝落落去。经过几工的敲测，总算确认伊落落去的位。只寻获2支登山杖，可以确定他是从这个山沟摔下来。对，那个登山杖是新的还是旧的？登山杖是新的，一直断掉了，一直没有断掉。虽然讲找到查某山友用来爬山的拐仔和鼻仔，但都是无看到伊的人伫倒位。救援人员阁冒险落去150公尺，嘛是共款找无。因为积雪是愈来愈深，天嘛暗嘛，避免救援人员冒危险，只好先登去山屋。本案搜救人员已陆续有发生高山症状及天气状况险峻未解除，故本案搜索行动暂停。救援人员才一摆搁登去事故点去找，嘛是拢找无，研判有可能互积雪砍掉。南投县消防局讲，这条爬山的路线是难度真悬，需要天数真济一段。当年差不多有2-3件的山穴救援，今年甲打至少都有6件。案件上济是包括落去和高山症等等。人力要到事故地点，至少需要3天到4天以上。嘛因为安尼，因定和附近的县市做伙办雪混。因为在冷的部分会让他们失去比较有判断力，那另外就是在雪地的部分，如果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全面接雪，就是视野也会受到影响。那最重要的是冰爪跟冰斧。南投县消防局讲，除了加强冰绕和冰补的使用机能，人员搜救的机卡和自我保护嘛是重点。伊嘛和附近的台中和苗栗不时来举办训练，增强雪地的救援能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